就非让自己摔死，让自己死得透透的，行了吧？哎呀，你别老死活的，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喂，我这就过来。走，跟我瞅瞅去。瞅啥呀？你不是要死吗？学学怎么死，敢不？那喝口水，叔叔。没事吧？我洗过手了。谢谢。什么时候能走啊？现在知道死是什么了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你看这条道，看见没？黑黢黢的，然后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啊，不能拐弯，也不能回头，只能往前走。就这条道，一直走到黑，这就是死。你为什么会干这个？能挣很多吗？进去吧。死者张红，女，30岁，因为超生被亲生父母遗弃。1年前得知自己的养女身份，在养父母的支持下寻亲，找到亲生父母3天后，于昨日下午2点，在亲生父母家中突发心脏病猝死。奇怪的是，灵堂之上，遗弃他的亲生父母哭得肝肠寸断。抚育他的养父母却沉默的如同2具被掏空的雕塑。女儿啊，女儿，我们当初也是不得已呀，本来家里就困难，你弟弟又那么小。有些人啊，就喜欢用眼泪和大嗓门来证明自己没错。哼，和我妈一样。你妈可没把你给别人啊。哦，原来做父母的标准这么低啊！没把小孩送人就应该被歌颂了？不用你歌颂，
那至少你得知道你不是风给吹大的。拿着。干嘛呀？拿着吧。哎，就当是辟邪了。时辰已到，闭关。盖棺不回头，请家属配合。家属冷静啊，别耽误了吉时。别拦着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回家吧。起棺。你不用管我，你去忙。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啊？困了，想睡觉。行，那你就回去先睡上一大觉，然后睡醒了呀，打这个电话。工作的事儿，我替你张罗好了。我不喜欢工作。你不是不喜欢工作，你就是害怕被拒绝。这个不会，这负责人是我初恋，这点把握我还是有的。什么工作啊？干嘛的？化妆师，跟你专业也算对口吧。有件事我一直挺想不明白的，为什么所有关心你的人都希望你能找到一份好工作？为什么不能让喜欢工作的人工作，让喜欢躺平的人躺平，想卷的努力卷，想佛的尽情佛呀？天哪，你真的是醉了！推塔呀，会不会推塔呀？我们虽然没给社会带来所谓的价值，但我们也没有给其他人造成过伤害啊。做自己不好吗？不行吗？除了囊中羞涩的时候。心真硬，苏文静。喂，您是高老师吗？啊，我是，您哪位啊？我是苏荣的侄女儿，她让我联系您。哦，是你啊，总算等到你电话了。明天上午8点来我办公室找我啊。你办公室在哪儿啊？那个幸福路998号。幸福路998号是殡仪馆。这么快到了，怎么样啊？什么怎么样？你说给我找了化妆师的工作，为什么大清早的我会在殡仪馆门口啊？你玩我呢？
那怎么能是玩你呢？那殡仪馆也是正规单位呀。你让我来殡仪馆的化妆室，是殡仪馆哎。殡仪馆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你要是真能进来了，将来旱涝保收的，养活自个儿不愁啊。我谢谢你。那不用，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。大姨，殡仪馆我真不行。怎么了？害怕呀？你说你一个都要死的人了，那殡仪馆有什么好害怕的呀？你就当是先去踩个点儿。不是怕殡仪馆，那你怕什么呀？怕你妈？不知道也是哈。你说你妈开婚纱店的，她要是哪天知道了你给遗体化妆，那她肯定得生气呀。我觉得吧，你为她着想也是对的。等会儿，我进殡仪馆工作真的让我妈生气？你觉着呢？那我干啊！好好表现啊！赵三月，你这个大学学的是舞台美术设计啊？嗯，这是干什么的？这不写了吗？啊？反正您知道我化妆、绘画、雕塑都会就行了。不干本行不觉得可惜啊？可惜啥？到哪儿不是打一分工挣一分钱？说的好有道理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到殡仪馆来打这份工，挣这份钱呢？我是苏荣的侄女儿。我知道。他说他跟您打过招呼了。打过了。我就是很好奇。您不是他初恋吗？既然大家都这么熟了，能不能就别搞这么多形式主义的问题，直接把我给录了，爽快点。我是他的初恋，他劈腿把我给甩了的事儿，你知道吧？啊？我还为他自杀了好几回呢，他没告诉你？你别有思想包袱啊！我说这些没别的意思。我就是挺好奇的，你说就照我跟苏荣这关系，你得是有多喜欢殡仪馆啊，多想干这份工作，他才会跑来求我帮这个忙啊。说一说，谈谈你对殡葬行业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热爱啊？哎，高馆长，我们这边出事了。啊，你先稳住啊，我马上过来，稳住啊。不，这不是我儿子，我儿子鼻子没那么难看，他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祖宗会不认他的。部长，你说这孩子不然都什么人呢？你是他们领导是吧？来，你自己看看，你看看他们给我儿子整的。这和他生前还是一个人吗？啊，这鼻子都是歪的。那您不想想他送进来是什么样子呀？大卡车底下抬出来的，能修补到这种程度已经不错了。不错就行了。你们殡仪馆就这么办事的是吧？太不像话！你糊弄我们老师是不是？我告诉你们啊，如果耽误我儿子下葬的及时，我跟你们没完。好，解决。再试试。不是我不是了，是已经到极限了。您自己看还能怎么弄？我可以试试吗？这小姑娘谁呀？是殡仪馆的吗？他没有办法，他是刚来的啊。哎呦，这个赵三月啊，你到外面等我一下，跟你没关系啊，走。哎。不是，你要干嘛呀？
赵三月。有灯吗？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常见于超级英雄身上的一种打光方式，通过明暗对比、强烈的灯光来给人。世界上所有事物都可以用形状去描述。人物的脸部其实就是个球形，五官的存在使得球形有了自己的外貌特征。我们利用灯光造出明亮和阴影的部分，从而达到强调或弱化五官特征的目的。在不改变五官的基础上，光影可以遮掩面部的瑕疵，使整体的外貌呈现得更加和谐舒服。对，这才是我的儿子。死者罗峰，男，17岁，家中独子，因为想从理科实验班转去文科班，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。我对他说，学文科的男生都是废物。5分钟以后，他被人从车下抬出来。儿子啊，儿子啊！